內地一款監測獨居人士安全嘅付費 App 死了麼最近衝上蘋果 App Store 榜首，但個名引發大討論。呢個 App 註冊要填用戶嘅名同緊急聯絡人嘅郵箱，核心功能係用戶要每日手動打卡，如果連續2日唔打卡，系統就自動發出郵件提醒聯絡人。App 賣8蚊，針對獨居嘅人群防意外。開發團隊係3個95後，1000幾蚊成本，1個月完成，上線半年突然爆紅，48小時下載量暴漲超100倍。網友意見好分化，有人話內地用郵箱少，建議改短信，亦有人覺得個名晦氣。開發團隊話個名係想提醒年輕人正視死亡，珍惜當下，直白名亦方便傳播，但會考慮改名。另外，有法律界人士指個名似餓了麼，或涉不正當競爭，亦有人擔心忘記打卡嚇親友。其實呢個 App 熱捧，反映咗內地獨居群體嘅保障需求。截至2024年，內地獨居人口已達1億2300萬。